其实对这疫情大家拢会惊，所以入来市场的意向实在真正有减少。因为疫情的关系，有足侪人拢无啥敢来遮行动啦，因为拢惊受感染，所以有的是逼不得已伊的就会来买一买，就赶快回家。但是也是影响到大家都很少进来。在市场是老人家甲种市场咱用这个无Uber Eats其实对阮内底的通路啦外送平台，离阮的客户人员伊就知做无用。其实伊的对阮的成长是有帮助的啦。有这个Uber Eats进来帮助我们的销售，它的影响力蛮大的。现在有10几摊有参加，这2个礼拜就受益很多，大家都很高兴。那有越来越多摊商想要参加？有，已经有好几个在那边排队，要准备要加入了。我们也看到在台南这边，在我们上线的第1周就有超过，比起其他的城市都有超过20%的订单，所以我们目前觉得台南的市场，跟台南的这个接受度、使用度都是非常乐观的。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Uber Eats 跟台南市除了虎尾寮以外，已经跟东菜市合作。那合作的这个成果是蛮不错的哈。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原因？第一个，市民的数位化的接受度高第二个，当然为了因应防疫的需求，大家很希望说能够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能购物。怎么样做最安全？线上最安全。那安全的环境下购物以后，然后就能送到家里，因为大家平常使用外送平台已经使用得很习惯了。去年在3级警戒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台南便利送的一个成果在那边，我们并没有因为随着疫情改变，我们就放弃了，我们还是持续推动台南便利送。因此呢民众直接使用台南便利送，然后嫁接到这个 Uber Eats 就变成很习惯、很顺、很没有违和感。因此呢，我们将来会逐步推动更多的台南市场菜市场，让大家能够线上购物，那既安全又可靠，而且又能够享受最好的售后服务。希望说大家一起来参加线上逛市场的活动。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7月6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看到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都有人讲今仔日的乌克兰就是明仔台湾，所以嘛引起个人的危机意识。有前立委同时也是共党主席王义雄所发起的关怀生命、追求和平公投提案连署列车，上午来到台南市召开记者会。希望在7月底进前争取第1阶段连署过关。由前立委当时嘛是工党主席王义雄所发起关怀生命、追求和平的公投提案连署列车，6号上午来到台南，由议员王嘉珍陪同召开记者会。现场包括全国交通运输工会理事长严坤全、秋岛的总指挥林子文等人。拢到场来宣讲反战争、爱和平的诉求。因为目前的政治现况，民进党是不敢跟大陆去和谈，甚至大陆也不愿意跟这个民进党去和谈。那国民党更是不敢，他为了这个取得这个政权，怕戴红帽子，所以他不敢。所以我希望这个透过这个公投，创立一个这个平台，让这个政客有这个民愤的去跟大陆谈，那有谈才有和平的这个希望，所以这个是我推动这个和谈最主要的这个目的。安居乐业是人人所期待的，这也是我们这些人愿意站出来去推动这个公投。那希望呢，大家在这个阶段是提案人的联署，所以也诚恳的呼吁跟召唤，您也来当这个提案人，那签署这个提案，让他能够在这个成为公投的案子，
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就像各位媒体朋友拿到的我们这边是一个这个关怀生命、追求和平的，这叫做一个应该怎么讲范例的参考。我们的开宗明义的主题就是反战争、爱和平、捍卫台湾需要您。王博士刚刚讲话的总结，我相信就是关怀生命、追求和平这8个字就可以这一言以蔽之让大家很清晰的了解王博士所以站出来作为公投的发起人他的目的何在？因为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互台湾人更加唤起危机的意识。有人讲，今仔日的乌克兰，就是明仔载的台湾，为了避免战争伤害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因此关怀生命、追求和平的公投提案，希望伫7月底会用完成第1阶段的人事门槛。会长议员王家珍当时嘛提供服务处作为人事的据点，公开争取民众的支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湾基进党台南党部5位市员参选人6号上午由党主席陈义奇带领，伫台南市会广场宣誓，5位战士正式成队，并且画出市政干纲、4大破除以及参选的4大坚持，希望大家互少年人、互专业一个机会。咱的台南基进干纲。基进党伫台南市推出5位议员参选人，6号伫党主席陈义奇的带领之下，伫台南市议会头前画出市政干纲、4大破除、参选4大坚持等参选理念，宣誓要做好监督的角色，为市民再来更好的台南。现准时，咱大台南当咧发展。咱有旧城，咱有咱足好的这个文化伫的，但是刷落来了后，南科当咧入来，台南当咧发展，需要新的市议员。4个坚持，第一个就是我们坚持平价参政；第二个就是阮坚持用理念来竞逐；第三个就是阮坚持勤奋的监督；第四个就是专业问政。我们下定决心，绝对不以利益作为交换条件。我们会透过确实的政策以及政治理念，带领台南市民迈向更好的未来。一个好的市议员应该爱亲像咱汉语同款，会知影治病，嘛会知影甲咱调养身体。要气象解郁，嘛爱兼顾筋骨。咱不止要来做好这个上基本60分的这个处事的这件代志，咱甚至要提出100分的态度，要来甲咱的问政品质，也佫有咱的监督，全部拢来做好。咱是要利用着咱的监纲的职责，来，互咱的施政的品质会使来提升。所以，咱的台湾基进要来监纲。基进党党主席陈义奇也为市员参选人以上上阵衫，希望地方政治符合本土价值，有良性政党竞争甲监督，为台南市打造良好社会政治环境。台南新闻张秀伟、杨顺怀采访报道。台南都会区北外环二期新建工程，为今年6月30号开始封闭富安堤顶大道、甲郡安路3段的部分道路，结果造成安通路交通帕结。议长郭信良特别伫下晡接近下班的时间前往会勘，希望加强指挥，让汽机车会当分流，维护交通安全。议长郭信良表示，配合台南都会区北外环2期的新建工程施工，封闭富安堤顶道路甲郡安路3段的部分道路。原本市府规划替代道路是咸水溪南华堤防道路、安和路甲第一线中正南路甲中正北路。不过后来车流却拢进入安通路2段甲和顺工业区。造成敢有12米宽的安通路来大塞车，经过工业区厂商协进会反映，5号下午伫接近下班时间，议长嘛特别邀集相关单位来会勘，希望寻求改善的办法。主要是北二环的施工啊，造成我们工业区的大塞车。然后我们今天特地拜托郭信良议长来帮我们主持，说看能不能大家沟通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但是说真的，就是可能也没办法改善的啦，因为就那个3年的震动期，我们也是要去忍耐，配合重大工程，
但是期许说，因为礼拜五第一天的时候真的很夸张，就塞了2公里多了，然后到了晚上7点20才疏散这个车潮。昨天就比较好一点，昨天就塞到这个路口，但是大概在6点半左右也是疏散车潮，有比以前比较早的原因是因为有请警察局去规划这个安东路口的红灯秒数，绿灯多了20秒，让车流加速的通过。绕过到那边塞车啊，那伊会绕一下过来，那我们就尽量来缩短骑车的时间啦。那一进家回家拉呀，还得稍微再过来，这样困觉就开。那如果旁边这边，这条街应该有路人。好，黄信道路即马可以做工程，还佫1个月，还佫1个月，有加佫1个月。加到我都要改造了，加速疏通整个的交通流量。卖过要考虑到考虑多等。卖考虑讲，那交通指标的我们的过得去吗？过得去，没问题。今天特别邀请了相关的单位，包括水利署公务局、水利局、交通局地方的里长等一同来寻求解决之道，希望能够整个的分流和交通的管制与指挥能够做得更圆满、更充足，减少人民车辆的冲击以及等待的机会，让整个的开发与建设和地方的均衡发展，人民生命的安全能够均衡而且受到保障。因为富安堤顶道路是安南区到南科上下班的主要联络道路，经过营建署、水利署、加市府交通、干务加水利局等单位的沟通。虽然丰顺道路无法度来开放，不过议长嘛建议应该加强引导指挥，希望汽机车会用来分流，伏机车会用对彩虹桥行自行车道，连接大港大道，莫进入和顺工业区。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湾进前外销金蕉往来到日本，提供利监市学生做营养午餐。接下来农委会马上出口台南的酸叶到利监市4间各中小，估计7月14号到2500位的日本学生会当品尝到台南酸叶的好滋味。农委会利用台南酸叶节的时机，将外销到日本利监市4间各中小营养午餐，预计有2500位学生通响应来加强宣传。农粮署甲台南市政府嘛特别伫南化农会办理赠送交流仪式，甚至佮准备应有台湾酸叶等食农教育的餐点，互因加强对台湾水果印象。因为他们日本的小孩子不知道台湾的芒果，所以这一次有4个学校2500个学生，在7月14号会收到台湾的芒果。那我们今天就是为了这样的一个会。那这个是我们要赠送给他们小朋友的这个餐垫，他们垫在这个餐盘垫在上面。主要的芒果在台南占50%，那这个屏东占30%。那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们小朋友每一天在吃午餐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到。那我们也做过凤梨等等，让这个餐垫然后送给他们。会中市长委摕手提一粒大概爱2500到3000块入票的酸叶，表示台南栽种的有机安全，真有信心。不过对着台湾进口澳门的酸叶，竟然验出 COVID-19 的病毒，表示相当离谱，对农民真无公平。讲到了日本市场，现在看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澳门，居然说我们的芒果的包装袋上面有 COVID-19 的病毒。听了快昏倒了。你看，6月15以后就没有进入澳门市场了，结果在7月2号检验出有这个COVID-19 的病毒。拜托，已经17天了，17天之后还可以看得出这个病毒，那我倒想了解是哪个仪器那么厉害。所以说，真的，我觉得其实是匪夷所思，很难令人相信。那唯一想到的解释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此呢，我们希望优质的芒果、优质的水果可以推广到优质的市场。那希望说大家回归到贸易的这个原则、贸易的
这个部分不要再加其他的色彩。基古农会表示，对2016年台湾宣影外销日本的量431吨，达档提高，到去年已经有869吨，成长102%。当然，除了外销，嘛请民众把时机多多选买，为家己的营养健康，嘛为台湾农业加分。台南新闻军旗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为了协助台南市因为 COVID-19 确诊造成心肺功能受损的民众，半导体设备厂商特别捐赠一批氧气制造机甲钢瓶。市长黄伟哲嘛亲身感谢因，为台南注入温暖的力量。这批氧气机甲钢瓶，就是要提供确诊的重症患者出院回到厝内，持续需要使用治疗甲救命的工具。嘛是家庭企业为了协助台南市做好防疫，特别民众购买实在是组织困难，所以特别捐赠的物资。市长黄伟哲特别致敬感谢中，肯定区当市长的善行。中重症或者是很多民众，他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疾病，他需要长期依赖氧气的供给，所以氧气制造机跟氧气钢瓶对于他们来讲是真正救命。血氧器只是告诉他们自己血氧浓度多少，快筛试剂只是告诉他们自己体内有没有这个病毒，但是真的要来这个增加让他们增加提升血氧浓度的就是氧气，真的让他们对抗病毒的，就是这个治疗的这个特效药。那我觉得我们只要经历把这一段这个高峰走过，我相信接下来我们就有机会赢得那个可以解封，可以出国门哈。小球表示，未来这批爱心器材将纳入台南市辅助器具的资源中心加各区的服务据点，民众若有需求会当预约，经过专业的评估以后就近来组织。台南新闻军旗采访报道。为了让学校的营养午餐会当更加丰富、更加好食，台南市为108年开始办理学校午餐厨艺竞赛，加强导师赛甲营养师的观摩交流。今年阁特别进入校园翕影片，将得奖导师赛团队制作营养午餐的工作状况留下珍贵的记录。伫咧学校规工的课程活动，囡仔需要补充营养来维持一天的体力。一份学校午餐的背后，拢需要营养师甲总铺师的分工配合，才会当甲餐点送到囡仔的手头。台南市为108年开始就办理学校午餐厨艺比赛，今年搁入去学校翕纪录片，互较侪人知影这个无名英雄的辛苦付出。那今年非常特别哈，我们有3个学校，他们在拍摄我们的学校厨师、营养师以及我们的老师、我们校长、我们同学对于这个厨房在整个备餐过程的影片非常的精彩。那尤其是复兴国中获得金牌，那我们新南国小以及我们的崇明国小，他们也获得银牌，这个看得出来我们台南市在午餐教育的成功。那今年也很荣幸，在我们的Food Nest 这个食育教育的这一个评比里面，台南市在教育文化的面向荣获全国第一。我们种植了各项的蔬果，收成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食材入菜，除了让学生了解食物的来源，也让他们知道食物得来不易。台南市乡在地用当归是安心的学校午餐推动理念，除了帮助囡仔建立正确的观念，同时鼓励营养师甲厨师师手艺会当进步。看到学生期待每一天的菜单，甲中昼顿食了，是营养师甲总铺师上大的成就之外，家长也会当放心。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过去被称为上水捷运站的高雄美丽岛站，透过委外招商，将车站的穿堂打造成非常具有文青感觉的想象场，而且阁提供座位，让人会当休困，就好亲像是去到完美咖啡厅。
装潢精致的甜点店，风格清新的咖啡厅，以及粉橘色的座位空间，环境优美舒适，让你可以来一个放松的下午茶时间。你以为这里是哪间网美餐厅？那就错了，这里其实是高雄捷运的美丽岛站。高雄捷运红橘两线交汇处的美丽岛站，过去因为光之穹顶国际巨作被称为最美捷运站，而近期场地委外招商，把捷运站打造成为超有文青气息的小商场。在空间设计上可以看到一个整体一致的风格，是走比较简约，但是又带入了色系去代表它的商业氛围。那在这样的空间里面，我们期待传达的是，在车站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跟感受，叫做休憩。在这么快速转乘的区域里面，怎么让人可以慢下来，甚至是为了让自己有一个休憩的空间，安排一个在转乘里面穿插的一个时间小插曲。而这样的全新面貌，也让路过的民众大呼：捷运站真的变得超美、超特别。不错，比较很文青，就逛起来比较舒服，可以常来这边聚餐，这很方便，而且又很安静。不会像那个其他咖啡厅都在路边，这边停车也很方便。目前商场部分店家已经开始试营运，其中也有许多知名的小店进驻，成为人气打卡景点。高捷公司也表示，未来希望能够为捷运站带来更多通勤族以及慕名而来的消费者。后疫情时代，或者是等到疫情真的趋于稳定的时候呢，我们的旅客量呢都可以进行回流。然后呢，我们就是可以希望说把这个地方可以带动起来。那同时呢，也是提供民众一些更chill， 还有就是更活泼的一些商业空间，让大家可以在这边饮食啊、休憩。让捷运站不只是捷运站，更是能够逛街、尝美食的文青小商场。到底还有哪些店家会进驻呢？市民朋友们不妨搭上捷运，赶紧来到美丽岛站踩点打卡吧。记者潘志光、潘文玉高雄报道。每到中岛真济上。每到中岛，真侪上班族都开始烦恼中岛顿是要食啥物呢？伫个物价一直起的时代，真定草衙有一间便当店，兼顾口味、价销甲分量，会当讲是 CP 值真高，所以伫个网络也引起真热烈的讨论。3样配菜满，白饭上放了一只虾子之后，就开始放上主菜，排骨、鱼排、鸡腿，便当盒满到几乎都看不见白饭了，这才停手。3样主菜的便当，你有看过吗？就看人家分享。看人家分享，哪里分享的 ？FB 啊。FB 他写怎样？就说菜色不错，这样就来吃吃看。因为我同事上次就要吃了，没有买到啊。他坚持要吃这家。位在前镇草衙的这家便当店，还没到中午时间就开始忙进忙出，因为分量多、便宜又好吃，所以每天都很多公司行号订餐，5个、10个打包完就得赶紧出门外送。商品就是有3样主菜可以拼在一起，来到门市的话可以卖到100块。我们就是要让我们这些就是来到我们店里的人每个人吃得很饱。草衙地区属于劳工阶级，因此有许多便宜又大碗的平民小吃。老板也是秉持着让劳工朋友能够吃得饱的概念，推出双拼甚至是3拼的便当组合。草衙地区几乎都是一些劳工朋友聚集的一个地点，那他们在高体力消耗的状态下，我觉得说真的是提供一个比较经济实惠的餐点，然后也顾及他们就是能够吃得饱。然后我们在新的一波活动里面，给他们最大的优惠就是3拼，任选3样主菜下去搭配，做100块的大回馈。疫情下通货膨胀，物价飞快上涨，每餐的花费破100元已经成为日常，恐怕只有 CP 值高的便当才能让客人买单了。记者邱建勋、林嘉义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7月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